我武卡呢就会一生因就务农哈，我爸从来袂讲哈，讲那时候因那读书会冇读吼，你看啊，那走天水按幸福那走天水，所以大学毕业研究所要读的哦，该种是呢上，还有的是有机会啊，你也你就可以留学。闺女总来讲话，喝点洋水，哦，就有安样的动机啊，动机就开始出去读书。该当时想啊，从这了这踏出这个武卡门研究的时间，所以呢，该当时的信心呐，所以讲只许成功哈，不准失败啊，因为武卡对该希望安泰。出国以后，总会想做台湾当初的情形。总是因为武卡因的大家庭咯，大家庭地位图呢有大汤啊、公汤啊，像公汤一样哈，一两篇呐，就写一种写的两则写给两行的台词：善为传家宝，忍为积德门。这时呢，你该种是来台湾的时间啦，你家顺家训哈。从体育踏出武卡门，到掠下做西班牙，这个已经身价，已经个生意安泰，掠到10时，洋向到本身的。对人处事情呢，做事也要当有的，非常的受益无穷，应该至理名言，永记在心。你客家人到世界内在出来做客家人。因客家人的传统啊，武卡啦，也对哦，韩国做台湾的来源也对哇，唔记得。先讲，恁台湾的客家人，虽然讲客家话冇讲冇记的，讲恁台湾客家人。MD 讲，做过研究，恁客家心越强。比爱做台湾大概两师啊，爱客家，我更客家，也应该给心情啊。